好像我们刚恩爱完，我一直很介意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不是很适合公开在上面这样子写给大家看。左向无敌，右边，慢慢回到中间，你的拳套低一点，回到低一点，好，到中间，到左边，好，错位，反应高踢。没有，没有对到是没有啊，是你要求的吗？要求什么？还是怎样？什么意思？可是他是气，你不是说你是你前男友？谁？吕瑞啊，不是有一趴是说他哦，你说戏里面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没有对到啊，那是戏里面在讲的。就很巧就是了。那有擦身而过吗？是在拍摄的时候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是在片上遇到。对啊，有啊，有遇到，对。当然，因为跟你分手被删戏，没有，怎么可能公？还是他戏份本来就不多。就公归公司还是有啊，对，还是有。事前来询问过，没有从我公司来问过我这边的说法，然后新闻就出了，然后大家就陆陆续续的把相关的新闻发出来，那所以你是拔掉了？对啊，这样拔掉，然后各把是蛮难过的啦，因为其实跟某周刊写的都不是事实。对，那我只觉得小就会注意到那个洞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这段时间就很像一种，有点像是感觉像是被霸凌的一种感觉。因为你也是感觉是想要为自己。因为就我跟阿明的事情，其实我们就是第一个，他没有把我们的合照放上 IG 上过。但是周刊却写说他把照片上传去，因为我们都彼此都知道我们很低调，我们不想要这样子的公开，所以照片怎么外流的，我真的也不知道。然后第二个是我也没有对他说过，因为我们分手是因为对未来没有共同目标，我跟他不是讲这个原因。对，那真实原因我希望就我跟他彼此知道就好，因为其实。我发的文章之后，他有到我这边留言，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，对。然后他有写说，好像我们刚恩爱完，我一直很介意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不是很适合公开在上面这样子写给大家看，因为我们对说刚恩爱完，然后我就提了分手，但其实我们到后期大概1个礼拜就吃1-2次饭，然后我就送他回家。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去写这些故事。那我永远都是从朋友的传来的讯息，然后我就开始看，然后我就觉得就蛮难过的啊，老实说是蛮难过的。